欢迎来到勾勾公哈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A 姐，今年夏天啊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到海边呢去驻商几天，好的看看海，放空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因为平常好累哦。而说到了夏天，就是捏田。捏田啊，就是夏天啊，夏天到了，一定要去做的就是潜水喽。其实啊，我也很想要学，现在潜水很流行，我有很多朋友甚至去考了潜水师的执照哦。海底风光真的很吸引人，所以一定要学。潜水呢，就叫做想水。想睡就是潜水了。哎，说到潜水，我之前在关岛潜水啊，印象好深刻哦。因为海底世界呢，真的是好美好美，好棒好棒哦。那如果要记录下这美好的一刻，我也特别呢做了海底摄影哦。摄影就是那样啊，就是摄影没有错哦。那么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和朋友一起潜水很好玩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同朋友共哈想水同好搞。同朋友共哈想水同好搞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带你一块来体验潜水的乐趣。一姐，你看这蛙鞋怎么样？很不错哎。小姐要找蛙鞋吗？因为捏田快到啦，我们两个想要学习想水，可是不晓得买什么。那您主要需要的浮潜三宝就是面镜、呼吸管跟蛙鞋的部分哦。我们可以看看吗？可以，欢迎。这是呼吸管，这是面镜，很漂亮哎。不过啊，我刚刚看啊，这个海底摄影好壮观哦。我想啊，我想睡的时候也要那样。那这里有摄影机可以做参考哦。哎，好哦。我发现潜水真的是好好玩哦！今年夏天我们一起去学吧。没问题。而且我觉得啊，夏天呢一定要泡在水里面才消暑。所以赶紧帮大家复习的就是夏天一定要做的潜水。夏天呢就叫做捏田，捏田就是夏天了。那夏天真的很适合潜水哦。潜水呢就是想睡，想睡就是潜水哦。那么当然呢，好不容易学会了潜水，这海底的风光可得要记录一下，一定要用海底摄影。摄影就叫做那样就是摄影了，没错。今天最后帮大家复习的一整句话呢，就是和朋友一起潜水很好玩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同朋友共哈想水同好搞，同朋友共哈想水同好搞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带你体验夏天必玩的潜水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